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12日，箴言1章32節安尼講：獨獨聽嘆我的，要安然徛起，要享受安靜，無拄着災厄。三甲來祈禱，互阮通安然徛起，無驚拄着災厄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賞賜豐盛活命的主，你是引帶阮行正路的上帝，你是施恩憐憫阮的天父，主啊！感謝你賜予阮生命甲穩定，感謝你。用你的話，成做阮的光照甲引帶，主啊，求你幫助阮，逐日專心佇你的旨意，順服你的引帶甲帶領，互阮通行佇正直甲仁愛的道路，互你的心通得到滿足。主啊，當阮面臨試探甲挑戰的時，求你的靈扶持阮，互阮無偏離你的真理，無遠離你的道路。主啊，因為獨獨聽嘆你的，要安然徛起，享受安靜，無拄着災厄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感謝主，咱若聽從伊的話，就要安然徛起，無拄着災厄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